各位觀眾，救命啊！而家嘅教育界係咪穿咗個大窿？今日我哋要爆一單學生遊學變飲酒自由行嘅荒唐事。黃帝山中學3名學生去中山交流期間，半夜偷偷流出酒店飲酒暢醉，以為神不知鬼不覺，點知返到香港即刻被同學踢爆。事態嚴重到呢，唔止學校蒙羞，連香港教育嘅紀律底線都搖搖欲墜。今集歡樂世界，我哋同你深挖呢單醜聞，睇睇究竟邊個要孭鑊。黃帝山中學早前組織學生到中山交流，原意係促進兩地學習，點知有3名學生竟然半夜擅離酒店，偷偷去飲酒。事件返港後被同學揭發，引起軒然大波。據了解，涉事3名學生喺中山交流期間，趁老師同領隊唔為意，半夜偷偷離開酒店，去附近店鋪買酒飲，仲將相片分享俾同學。點知返到香港之後，有其他同學睇唔過眼，直接向學校舉報。學校即時展開調查，確認事件屬實，據講已經聯絡家長，嚴肅處理。網上隨即瘋傳消息，有人鬧爆學生無規無矩，亦有人質疑交流團嘅監管鬆懈到極，點解可以任由學生半夜出走？呢單唔止係學生紀律問題，更係整個交流活動管理制度嘅大漏洞。首先，我哋要問，點解而家嘅學生可以放肆到咁？交流團本應係學習同體驗國家發展嘅寶貴機會，點知變成咗逃學飲酒爺？有冇諗過，佢哋嘅行為唔止影響自己，更拖累成個香港學生嘅形象？中山同香港一衣帶水，近年內地城市發展迅速，交流團原意係讓香港年輕人親身感受國家進步，建立正確價值觀。但呢3名學生竟然將重點放喺點樣突破監管去飲酒，簡直係本末倒置。我哋必須反思，香港嘅教育係咪太側重學術成績，忽略咗品德同紀律培養？其次，學校同帶隊老師有冇盡責？學生可以半夜流出酒店，監管機制去咗邊？我明白帶團老師好辛苦，但既然負責帶學生出境，就必須確保安全同紀律。如果酒店冇門禁，老師冇點名，咁同自由行有咩分別？有網民話，而家好多交流團只係例行公事，學校求其揾個老師帶隊，行程安排鬆散，出事係遲早。雖然講得激，但唔係冇道理。香港教育局一直強調要加強國民教育同境外交流，但如果執行得馬虎，只會弄巧反拙。再講，家長嘅角色亦好關鍵。有消息話，其中1名學生嘅家長知道事件後，第一時間唔係教訓子女，反而埋怨學校監管不力。喂，大佬啊，你個仔女中學階段已經識得偷偷飲酒，作為家長冇責任咩？家庭教育先係品德培育嘅根基。如果家長只係識得將責任推俾學校，咁細路點會學識承擔同尊重規則？從社會層面睇，呢件事反映咗一種歪風。部分年輕人將挑戰規則當成威水，將僥倖成功當成本事。尤其係社交媒體盛行，佢哋偷酒飲酒唔係為過酒癮，而係為咗影相分享，博取朋輩點讚。呢種虛榮心態，若果唔及早糾正，將來會演化成更嚴重嘅行為問題。我哋成日話香港青年係未來棟樑，但棟樑都要有正確價值觀支撐㗎。點樣解決？我認為首先要從交流團制度入手，教育局應該訂立更嚴謹嘅境外活動指引，包括酒店門禁、老師夜間巡查、學生分組監督等，唔可以再掛團名自由行。其次，學校必須嚴肅處理違紀學生，唔能夠隻眼開隻眼閉。紀律處分唔係為咗懲罰，而係讓學生明白後果，學會承擔。最後，家長要合作，唔好一味溺愛或卸責，應該同學校一齊教導子女尊重規則，珍惜學習機會。有人話學生年少輕狂，使唔使咁嚴厲啊？我嘅回應係，正因為年輕，先更要及時糾正。交流團唔係旅行團，係教育活動。如果連基本服從同自律都做唔到，將來點樣貢獻社會？香港同內地交流日益頻繁，我哋更應該把握機會，讓學生建立正確國家觀同紀律觀，而唔係縱容佢哋將交流變成犯規體驗。總括而言，黃帝山中學事件唔止係3名學生嘅紀律問題，更係香港教育制度、家庭同社會價值嘅一次警號。交流團變質，監管鬆懈，家長卸責，學生虛榮，環扣一環，先造成今日荒唐局面。我哋必須認真對待，從制度、學校、家庭3方面合力糾正。香港嘅年輕人需要嘅唔係溺愛，而係引導。交流團嘅意義唔係打卡，而係學習。希望今次事件成為一個契機，讓全港教育界重新檢視點樣培養有紀律、有承擔嘅下一代。多謝大家收睇歡樂世界。今集講到呢度，如果你都有意見，記得留言話俾我哋知。記住，紀律唔係枷鎖，係未來嘅根基。訂閱、點讚、分享，我哋下集再探討更多社會熱話。再見。